大家有冇發現最近行街好似去咗深圳咁？唔係講笑話，如果你最近有喺深水埗、元朗或者係屯門呢啲民生區行過，你一定會見到一間裝修到綠色，門口有個大玻璃櫥窗，入面有幾位姐姐喺度係咁包雲吞同餃子嘅鋪頭。冇錯，就係嗰間元記雲餃。呢間嘢最近喺香港開到周圍都係，簡直係攞咗香港飲食業嘅命根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香港租又貴，人工又高？呢啲內地過江龍憑咩可以做到咁平？40蚊就有一大碗餃子，仲要係即叫即煮，究竟佢哋背後收埋咗啲咩殺人機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元記現象，睇下佢哋點樣用櫥窗表演學家賣農村包圍城市呢兩招，將香港傳統嘅麵檔仔打到落花流水。講返轉頭，其實元記呢個名喺內地已經係神級存在。佢哋喺1946年就喺廣州起源，不過真正發圍係喺2012年打後嘅事。佢哋喺短短幾年內喺內地開咗超過3500間分店。3500間係咩概念？即係你喺廣州求其掟個石頭出去，都可能會砸中一間元記。而喺2023年開始，佢哋正式大規模進軍香港，短短1年幾時間，已經喺全港各區開咗幾十間分店。大家平時去食雲吞麵，最驚係咩？最驚就係啲雲吞係雪藏嘅，或者係啲師傅喺廚房入面做埋啲乜你都唔知。元記就係捉心理捉得好準，佢第一招殺人技就係我所講嘅櫥窗表演學。你行過佢門口，你唔使入去，你已經見到幾個姐姐戴住口罩、手套喺嗰個透明櫥窗入面，好似摩打手咁，一秒一個咁包緊餃子。呢招真係好毒。點解？因為對於香港人嚟講，即包即煮就等於新鮮。雖然大家心入面都知啲餡料可能係中央工廠運嚟嘅，但係眼見為實啊嘛。你見到佢現場喺度包，嗰種視覺衝擊係好大嘅。呢種做法其實係一種信任成本嘅轉移。以前你要入到鋪頭食落口先知新唔新鮮，而家佢喺門口演俾你睇。呢種櫥窗式嘅展示，除咗增加透明度，仲有一種好強烈嘅儀式感。你會覺得，既然佢咁喺街邊表演俾人睇，啲嘢一定唔會差得去邊。而且嗰種新鮮嘅感覺，會令你覺得嗰30-40蚊花得特別值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元記揀位係好有策略嘅？呢個就係佢第二招殺人技，農村包圍城市。佢哋同以前嗰種一嚟就喺中環、尖沙咀開旗艦店嘅品牌唔同。元記首先攻佔嘅係邊度？係深水埗，係元朗，係荃灣，係大埔。呢啲地方係咩地方？係香港最地道、人口最密集、對價格最敏感嘅民生區。點解要咁做？首先，民生區嘅租金相對較低，可以降低營運成本。二來，民生區嘅人流係最穩定嘅。你喺中環開，可能只有星期1至5有商務客，但係你喺深水埗開，街坊一日3餐加埋宵夜都可以幫襯你。當佢喺呢啲區域企穩咗陣腳，建立咗口碑，佢先至慢慢向核心商業區擴張。呢種策略令佢喺初期可以避開同大型連鎖集團嘅正面對決，喺基層市場累積咗足夠嘅子彈之後，再反過嚟挑戰傳統食肆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佢可以做到咁平？30幾蚊喺香港食餐飽，而家真係好難。元記背後靠嘅係極致嘅標準化同規模化。你以為嗰啲姐姐喺度包餃子係好有技術？其實佢哋嘅動作係經過精確計算嘅，每隻餃子幾多克，包法係點，全部都有標準。而且佢哋嘅食材係由中央工廠統一配送，每日新鮮運到。因為佢哋分店夠多，採購量大，自然可以將食材成本壓到最低。再者，元記嘅店面設計係好高效嘅。通常佢哋嘅鋪位唔大，有一半空間係用嚟做櫥窗表演同廚房，座位其實唔多，而且坐得唔係好舒服。
點解？因為佢想你快啲食完快啲走，或者係最好你買酒返屋企煮。佢哋提供生餃子零售，呢招又係絕。對於好多家庭主婦或者係單身族嚟講，喺門口見到包得咁靚嘅餃子，買半斤返屋企煮，又係一餐。呢種生熟並行嘅模式，令佢哋嘅坪效、每尺面積產生的營業額，去到一個好恐怖嘅地步。講返香港本地嘅食肆，面對呢種內地過江龍嘅衝擊，真係幾大壓力。以前香港嘅雲吞麵檔，多數係靠師傅嘅手藝，每一間嘅味都有啲唔同。但係元記帶嚟嘅係一種快餐化嘅餃子文化，佢唔追求極致嘅美味，但佢追求極致嘅穩定同埋性價比。對於好多追求效率同埋平靚正嘅後生仔或者係打工仔嚟講，元記係一個唔使諗、唔會中伏嘅選擇。但係我哋都要諗一諗，當全香港嘅民生區都變成一式一樣嘅綠色招牌，我哋以前嗰種充滿人情味、各有特色嘅老字號，係咪會慢慢消失？呢場飲食業大洗牌，其實係反映緊香港消費文化嘅轉變。以前我哋講求好食，而家我哋講求性價比同埋透明度。元記嘅成功唔單止係因為佢平，更重要係佢明白點樣利用大數據、標準化流程同埋視覺行銷去捉住現代人嘅消費心理。如果你喺1990年或者係2000年同人講，喺條街度睇人包餃子會變咗一個賣點，可能無人會信。但係喺2026年嘅今日，呢樣嘢就變成咗一種最強嘅競爭力。我哋睇返數字，元記喺內地嘅加盟費其實唔平，但係點解仲有咁多人去做？就係因為佢套系統太成熟。喺香港，雖然好多係直營或者係合資，但係嗰套中央廚房加前店後廠嘅模式，基本上係無往而不利。而且佢哋好識玩社交媒體，你見到嗰啲姐姐包餃子嘅片喺短視頻平台係好容易爆紅嘅。呢種自帶流量嘅屬性，令佢哋省返唔少廣告費。當然，元記喺香港都唔係完全冇對手。香港本地嘅雲吞麵大佬，好似麥奀記、尖仔記呢啲，雖然定位唔同，但係都要面對客源被分流嘅壓力。而且仲有其他內地品牌，好似遇見小麵、木屋燒烤咁，都一齊湧入香港。呢種競爭對於消費者嚟講，短時間內可能係好事，因為多咗選擇，價錢又平咗。但係長遠嚟講，香港飲食業嘅生態平衡會唔會被打破，真係要拭目以待。有啲人話元記係降維打擊，因為佢喺內地咁激烈嘅市場生存度，仲可以做到咁大規模，佢套玩法已經係進化到極致。當佢帶住呢套成熟嘅戰術嚟到香港，就好似一個滿級嘅玩家去咗新手村咁。雖然香港嘅營運成本高，但係只要佢嘅營業額夠高，轉手率夠快，佢依然有得賺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覺得元記嘅餃子係咪真係咁好食？定係你純粹係因為佢平同埋覺得佢新鮮先去食？我聽過唔少街坊講，佢哋覺得元記嘅皮厚咗啲，或者係餡料太過標準化，少咗一份靈魂。但係不可否認，喺呢個時代，好多時靈魂係敵唔過標準化同埋低價嘅。尤其係喺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下，大家嘅銀包都縮咗水。以前可能去食餐日本嘢要200-300蚊，而家可能覺得食碗30幾蚊嘅雲吞餃子都幾好。呢種消費降級，正好俾咗元記呢類品牌一個黃金機會。我仲觀察到一樣嘢，元記嘅員工年齡層，雖然佢哋門口包餃子嘅姐姐睇落好似係農村大媽，但其實佢哋嘅培訓係好嚴格嘅。佢哋嘅制服、口罩、髮網，全部都係整整齊齊。呢種專業感，其實會令消費者覺得好安心。相比之下，香港有啲傳統茶餐廳，阿叔穿着件背心，踢住對拖鞋喺度送餐。雖然好有風味，但係喺現代衛生標準之下，真係會被比落去。總括而言，元記雲餃嘅崛起係櫥窗表演學同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嘅完美結合。佢哋利用視覺化嘅生產過程嚟贏得信任，
利用民生區嘅低成本同穩定人流嚟建立據點，再利用強大嘅供應鏈嚟壓低價格。呢場飲食業嘅大洗牌，其實先啱啱開始。未來幾年，我相信會有更多呢類過江龍品牌嚟到香港，用同樣甚至更先進嘅模式嚟挑戰本地市場。香港嘅飲食業者如果唔想被淘汰，真係要好好諗下點樣轉型。單靠情懷同老字號呢塊招牌，可能已經唔夠撐。點樣喺保持品質嘅同時，提高效率、增加透明度，甚至係學人哋咁玩視覺行銷，先至係生存之道。大家下次行過元記，不妨停低睇睇嗰個櫥窗，唔好淨係睇人哋包得幾快，諗下背後嗰套邏輯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一碗細細嘅餃子入面，藏住咁多商業智慧。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，你哋對元記又有咩睇法？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好似以前嗰啲蛋撻王或者雞蛋仔連鎖店咁，興一陣就退潮？定係會好似麥當勞咁，喺香港長治久安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哋嘅意見。其實我仲想講多一點，就係關於味道嘅記憶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最正宗嘅雲吞係要有大地魚味，要有蝦子，皮要薄到好似金魚味咁。而元記嘅餃子其實係偏向北方口味多啲。雖然佢哋而家喺廣東、香港都開到周圍係，但係佢嘅基因入面始終有一種全國化嘅味道。這種全國化嘅味道，好處係全世界人都食得慣，壞處就係缺乏咗嗰種地道嘅獨特性。香港飲食業最強嘅地方，一直都係共融同多樣性。我希望喺呢場大洗牌之後，我哋唔單止見到啲強大嘅連鎖品牌，仲可以見到啲依然堅持緊傳統手藝、不斷創新嘅小店。因為一個城市嘅魅力，唔係在於佢有幾多間3500間分店嘅連鎖店，而係在於你轉入一條後巷，可以揾到一碗令你感動、充滿個性嘅味道。講返元記，其實佢哋都好識得在地化。例如喺香港，佢哋會加返啲港式嘅口味，或者係喺宣傳上用返啲香港人名嘅用語。呢種入鄉隨俗，亦都係佢哋可以快速融入香港市場嘅原因之一。佢哋唔係死板板咁將內地嗰套完全搬過嚟，而係會根據市場反應去做調整。如果你留意到，元記喺唔同區嘅價格，其實係有微調嘅。呢種靈活性，對於一個大型連鎖品牌嚟講，係非常重要。佢哋明白喺香港做生意唔可以一條方用到老。2026年呢個年份對香港飲食業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分水嶺。以前我哋講北上消費，而家係內地品牌南下。呢種雙向嘅交流，其實係大勢所趨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最緊要係保持開放嘅態度，去嘗試新嘢，同時亦都支持返我哋覺得值得保留嘅本地文化。最後，我想講嘅係，無論係元記定係本地老字號，競爭嘅核心始終係心。你有冇用心去做嗰份食物？你有冇用心去對待你嘅客人？消費者係感覺得到嘅。櫥窗表演可以吸引人入嚟第一次，但係要人返嚟食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始終要靠嗰份實實在在嘅味道同服務。今日講咗咁多，希望大家對呢個飲食業大洗牌有更深嘅認識，唔好淨係睇表面嘅平價，要睇穿背後嘅商業運作。如果你係創業者，元記呢套殺人技絕對有值得學習嘅地方。如果你係食客，就盡情享受呢場競爭帶嚟嘅福利啦。記得食嘢最緊要開心，無論係食30蚊一碗嘅餃子，定係食300蚊一餐嘅日本料理，只要你覺得值，就係最好嘅選擇。下次再見。